欢迎收看台湾商界，我是阿明。咱讲武汉肺炎疫情伫咧全球也是真严峻吼。今日虽然台湾新增加一个病例是境外移入哦，但是整体来讲，台湾的这个防疫表现也是袂歹的。伫咧后疫情时代哦，台湾已经展开着咱讲的防疫新生活。但是过去咧，伫咧疫情期间哦，受到影响的百行百业以外，也有照顾弱势族群的社福团体，嘛变成重度的这个受灾户。不管是这个捐款的这个项目哦，是减少差不多是2至3成啦吼。另外，还有这个活动拢来冻停、划停。过去哦，有这个义卖活动吼，即阵是无人去啦吼。还有是募款餐会嘛来停办。另外咧，就是咱讲的物资较欠缺这个部分，过去这个物资伫这个防疫这个部分，也是讲民生的用品哦，过去拢会让正常来管，有人来帮忙，但是受到疫情的这个影响，社福机构爱管制啦吼，物资关节嘛出现欠缺这之情形，社福团体真正是咱讲的硬动啦吼，危机也是真济。另外，本地哦，伫咧庇护工厂做工课这身心障碍者哦，可能面对着这个减班休困，这影响收入嘛较减少。伫咧后疫情时代，安怎来救这个社福团体？透过今日节目，咱做回来对话，做回来帮咱。这部电先来邀请咱3位来宾，第一位咱邀请创世基金会公关部组长李婷婷。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第二位邀请新路基金会新路一家工厂这个主任彭明安。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三位咱们邀请到乐山教育院院长张家峰。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平安。是哦，咱讲到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啦吼，真正对这个社福机构来讲，真正伫咧疫情期间，拢是一个寒冬啦吼。咱嘛有整理到一个影片，要先互观众朋友来看，咱先做伙来分享。受到武汉新冠疫情的冲击，董事长基金会训练含万囡仔糖宝宝制作的手工产物销量减少足济，已经影响基金会的运作。我们以往很多的企业或个人都会到小作所去，他们做跟孩子互动，甚至做 DIY， 那也受这样的影响。那所以他们的一些香皂还是一样在工作训练，但是因为没有人来，就它的产量就一样在工作，那所以就没有办法卖出去。疫情期间募款的状况嘛无理想，不过基金会服务甲训练拢未当回去。基金会更特别安排护理师来替大家上防疫的课程。因为我4月份的募款还在做统计，那少到1/3，对我们来讲是已经非常的严重。我们不能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的服务就停止，反而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的服务变增加，那甚至还要请外面的师资来上其他的课程，让这些孩子其实跟所谓的国家政策啊，跟社区能够结合，了解整个时事。虽望疫情影响配合工厂商品的销量，身心障碍囡仔共款认真做事，期待疫情好转的迄天。那你喜欢来这边上班吗？喜欢。我真的很喜欢来这里上班。为什么？因为要妈妈一辈子。好的，妈妈去你爸的迪士尼乐园玩，我要努力工作。除了董事长基金会长期照顾孤单时代的华山基金会，今年的善款嘛大减，连偏乡的天书站招募的物资嘛减真济。不过，因的服务嘛同款袂使回去。在整体的捐款部分，我们华山基金会骤降了5%。我们会跟民众、企业募集用不到的物资，然后在这边义卖帮助老人家。那我们称这里为爱心市集。那像爱心市集就很需要义工来整理，然后来擦拭，然后把它排列整齐，然后民众来我们就结账。那我觉得这里是一个很有趣、很可爱的地方，我都会说这里是一个善的循环。自疫情爆发，社福团体就拄着善款、物资、收入减少的挑战，一直坚持伫岗位服务弱势朋友的工作者，拢期盼台湾社会会当斗相添，互因度过这关。
其实咱有看到吼，真正伫咧疫情期间，这个服务真正是袂当减吼，但是有诶是因为这个捐款的钱真正减落去，啊因吼真正是歹动吼。首先，咱来邀请咱的这个组长吼，咱讲创世基金会是顺手捐发票来救这个食物人吼，但是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咱讲有3个部分吼，真正是受到真大的这个冲击啦吼。这冲击是啥物咧？第一部分就是钱啦，吼，创世今年已经34年啊，吼，阮今全台湾有17个安养院，吼啊，竟然伫咧前半年有11个安养院，伊的收入是无法度去支应伊的支出。17个有11个咯。对，因为以前其实阮的安养院差不多一半以上拢15到20年啊，因为在地拢有一寡在地支持的企业啦，吼校，啊，毋过即届竟然。遮尔大的影响到，阮有11个安养院拢无法度去支应遮的支出，是互阮这34年来真正是毋捌度过，这是阮足惊吓的一件代志。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物资的部分，吼，因为阮伫安养院伫过年了后，就开始管制，吼，一般的人袂当入来，因为阮来保护阮食物人的安全，吼，所以平常时吼，一个家属、企业、校会来关心阮，吼，随手就炸2包啊药珠啊来到阮安养院，吼，炸1包米，嘿，对，加减啊来甲阮斗3工，啊，毋过真拢无人来，无人来，义工嘛无法度入来，所以对阮来讲，迄物资的影响足大。前一阵啊5月节，吼，阮过节的时阵，吼，摕2包啊，和药珠啊，去阮的斗宅的食物人的家庭，吼，去甲因做关怀。阮差不多2000几户爱做关怀，阮即届分无到一半，啊，啥无分？因为无够，阮安养院拢无够人用啊，要安怎去送去斗宅家庭咧？就是物资真正欠，对，真正是欠，连药珠啊，足基本的物件拢无法度无够，阮足需要的，阮真差不多搁差200万。无200万片的药珠啊，200万片，需要大家斗3工，吼，这是阮伫物资的部分。啊，第三个就是人的部分，吼，大家拢知影，吼，食物人爱翻新。对，社会团体足依赖义工入来遮，啊，足经过以前经过 SARS 啊，经过金融海啸，拢无人的问题，义工嘛是照常入来。即摆义工全部拢袂当来，因为创世有这个义工是年岁真大的。OK。啊，因后生总也讲袂使，妈妈你袂当去，万一无小心坐公车去划着，吼，所以就义工全部拢无。阮本来一工17个安养院内底，差不多100几个义工会入来，吼，可能到扫地、到洗衫、到捡菜拢有。即摆无，全部的代志拢向做，护理师家己做。这家真正是弯腰，真正是安尼对。是，所以咱看到讲吼，亲像钱的部分也好，物资的部分也好，也是讲这个义工的这个部分，真正拢是较欠的这个部分啦吼。这是咱拄到的这个3项。继续，咱阁先来请教咱的这个心路基金会啦吼，拄到什么款的问题咧？当然第一吼，拄则讲的捐款一直落吼，落1/3。啊，这影响真大。比如讲，阮帮阮的学生啊找工课吼，阮一年有600几个人。啊，你一方面帮伊介绍工课，后面的工课就变少，因为做侪餐厅会收起来，工课歹介绍。疫情的影响，这个餐厅根本就无法度动。所以做歹去介绍。啊，甚至阮家己的生产，阮的工厂吼，阮伊也一直影响。所以你若这募款一直减少落去，这影响会到275个人拢受到影响。是，这是捐款的部分。啊，做生意的部分，比如讲我家己的工厂吼，阮是做这两卷吼蛋卷。哦。阮一年吼会当做200万支哦，阮去年做200万支，这量真大。但是今年吼1月到5月吼已经减少吼到了3成。是。啊，规个营业额吼减少400万。哇！哦，这是阮真恐怖的代志咧。因为偌恐怖，因为你安尼无订单，是。啊，你生产厂都要停掉啊，所以。其实迄个时阵，我嘛是真做两难的，讲到底是要减班休困。啊，在这庇护工厂，这个囡仔边啊。对啊，所以其实到尾基金会也是本着咱的使命啦吼，因为你嘛是要照顾伊的权益。啊，你甲放对厝人，其实对家长嘛是一种负担。OK。而且上重要，伊的能力会退化。所以最后阮是那是正常拢上班。其实这个工课是要互伊训练，吼，莫互伊退化去啦。对啊，所以阮就比如讲，阮就是包括有训练，吼，比如讲。迄个工课安全的训练，甚至搁一寡体能活动，互阮下晡时啊带因去公园行路，啊是咱看影片去做一寡体操。是，
保持伊的体能吼，伊的功能爱好安尼。所以这是讲，阮面对疫情，阮去做一寡调整。是。啊，但是这是人的调整，但是音乐业拉较济无法度，阮只好讲，因为一般来讲活动促销嘛吼，戏片嘛延期。是。吼，啊，你企业伊无钱，无法度家己买伴手礼。甚至咱家己要去企业去甲摆档，啊嘛是袂当去。所以这个时阵只有剩一个方法，就是讲去加强网络的部分的行销啦吼。比如讲，咱去可能网络的广告，吼，还是讲咱去有一寡促销活动，咱对这方面去做，小可来弥补一下，是，看会当甲这个疫情的影响吼降到上低。哦，这是阮即马目前就是较拍拼咧做的。啊，希望讲这个部分会当。哦，咱民间也是讲咱政府单位当间斗相共，这个部分安尼。因为咱讲吼，过去这个韩漫囡仔这个训练会当吼，互因做这个戏片也好啦，吼，做这个散文也好啦，做真侪物件拢是要互伊这个训练，但是这个训练袂使好停吼，该做一寡啊教育训练，互因去练体能也好，也是讲练因的这个心智也好啦吼，真正莫互伊退化去。伫疫情期间，恁真正甲因照顾甲真好啦吼。啊，尤其咱头头讲食物人的这个部分，心身障碍这个部分是庇护工厂，但是咱遮个有这个乐山这个疗养院啦吼，其实是教养院吼，其实是这个专业性的这个机构啦吼。啊，伫咧机构拄着疫情的时阵，恁拄着什么款的问题？其实对于乐山来讲，因为阮是一个较特别的机构，阮就是一间专业服务的机构啊，照顾24点钟拢爱照顾遮的心智障碍吼，就是智能有较含慢的遮的囡仔。啊，当然拄着疫情，第一个冲击较大的就是捐款。阮甚至伫咧4月份，4月是阮的。迄个捐款有降落到67%， 67%吼，就是比较旧年的同期啦吼。所以这个冲击其实是足大，但是钱是其中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讲，对乐山来讲，阮的囡仔拢是较重度的，还是较极重度，所以伫疫情爆发的是袂当登去处理。平常时，阮2礼拜就会当登去处理，家长会来带登去，啊，所有的活动拢照常。但是拄着疫情，活动停止，啊，人客袂当来，吼，啊，甚至伊袂当登去。所以对囡仔来讲，伊真学伫理解讲是安怎，这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所以伊嘛造成讲伊的情绪、伊的行为有较侪问题。啊，所以嘛会。较歹照顾，所以对教保人员来讲，真正是较忝头吼。对，啊，所以阮伫咧疫情这个期间，对教保老师嘛是有人，因为安尼可能有受到囡仔的攻击啊，还是无法度处理啊，离职的，嘛是有。所以这个人力的部分更较减去啊。是，所以对人力本来就是阮常态性的问题。都拢欠啊。就是拢无够，啊！但是拄着疫情，更较大的就是讲，因为即个困难，啊囡仔爱学伫理解，所以也嘛增加即个照顾的困难。是，所以即阵有个找倒来袂？在豆豆啊，搁咧找，人找真慢，要走真紧。要走真紧啊！吼，咱嘛讲着疫情吼，来真紧，啊走吼。可能后一波有人咧讲，可能伫即个秋冬季过来啦吼。但是咱即回嘛咧讲防疫新生活，看最近看到真侪人肺炎都无咧挂吼。即个防疫概念嘛较减去，但是搁爱提醒观众朋友，真正防疫的即个概念袂当减少啦吼。但是咱们讲吼，对社福团体来讲，即个疫情期间甲即阵咧讲后疫情时代，真正咧拼纾困也好，拼经济也好，社福团体真正嘛爱来拼振兴啦吼。头拄仔咱嘛讲到的。这个有的人真正是受到咱头拄有6成7的这个部分，对恁来讲上济会影响到偌济？阮上济影响差不多到4、5成。4、5成。吼，阮有之前差不多第一季的时阵有差到1000万。差到1000万。差到1000万，所以迄阵阮搁咧安养院内底今年咧做消防的专案，拢停工。是。因为你安养院拢无法度经营落去啊，啊你消防吼，你要安怎做？吼，当然嘛，遐个钱先来做安养为主。消防会有问题无？啊，迄阵搁发生两台大火吼 ，KTV 的大火，我嘛是足惊遐，所以我嘛有一点仔烦恼，讲阮甲消防暂停，是毋是对的选择？啊，毋过进
确实伫个钱的部分还未约转来。还未到位。我有在伊个安养院个入不敷出，啊，我是要安怎去做这消防的部分，所以我嘛是伫个期待讲，进防疫新生活到底是爱。这个防疫爱行偌久，到底阮爱维持偌久啦？所以这个静心，阮足需要的。恁足需要的吼。啊，纾困的部分，你有去甲申请无？因为阮真的了解是讲，这个纾困的部分，伊其实有足侪的限制吼。啊，创设来讲，因为阮创设政府的补助差不多1-2成左右尔，因为阮叫做住宿式补助的部分，因为安养院内底的植物人用伫遐，就是阮来照顾。吼，啊，毋过差不多8-9成拢是外面民间的捐款，啊，所以这部分阮正去评估是无法度符合这个资格，因为有当时啊，政府打电话去问讲这个方向会当去申请，啊，伊有做一个专案，啊，对靠的部门嘛无共款吼，对，所以有的专案阮就是无法度符合，因为前一阵啊，阮就是经费差不多差1000万的时阵，其实社会局卫生福利部有打电话互阮讲啊，恁吼爱移持落去，因为阮800几个植物人伫个安养院内底，万一移持无落去，阮嘛有想过一种想法，是毋是厝人家会使的，阮就甲植物人送去。啊，阮烦恼，家属烦恼。政府嘛烦恼，所以有打电话来甲阮关怀。好，啊，毋过阮去讨论了后，其实真无任何的方案是适合阮创业者来申请，所以阮纾困的部分，阮遮无法度通做。是，这个对口的这个部分吼，真正是无共部门然后无共部会，有无共款的这个规则啦吼。咱要先带大家来看讲，咱有整理到一张图表啦吼。这图表是这个卫生福利部伊纾困要来救这个社会福利这个团体啦吼。咱来先看到讲吼，这个伫咧109年吼，正月15吼，若是讲啊，小连续3个月，这个收入月平均吼减少15%啦吼。啊，这个部分吼，其实佫有一个但书是啥呢？就是讲必须你爱甲过去有政府有合作的这些社福团体，才有当来这个做这个纾困的这个部分哦。啊，收入的部分，若是讲吼捐钱的部分，若是讲接受政府补助委托办理，还是讲吼这个卖物件啦吼，啊有减少，咱讲连续3个月收入。是平均减15%啦吼，但是这资格头拄咱嘛讲着，伤过头严格啦吼。啊，若是讲啊，真正有特殊的这个状况，专案来认定啦吼。啊，这个纾困的措施，相关补助你这个月平均差不多吼，若是减少是40%，还是上长，互你补助3个月吼，这个效果也佫等待检视啦吼。毋过咱嘛要讲着。哦，咱这个新路基金会其实有要去做这个纾困，但是咱即阵对口的是这个经济部，经济部煞甲你拍这个回票，伊安怎讲的？对，伊甲我退行啦吼，我嘛是感觉，其实阮的资格拢符合，因为我第1期甲第2期的收入差足济，吼啊，我也准备好我的报表，吼，伊个301报表要甲交去，但是伊就协会来讲退行啦，退行原因是讲，因为阮是社会福利团体 NPO 啦，阮 NPO 阮毋是，阮赚的钱毋是拢是搁回倒来，毋是盈利为主，是非盈利的啦吼。啊，所以讲，啊，谁人趁钱当纾困，你袂人安尼？所以讲，趁钱当纾困，啊，阮咧做好代志，无法度纾困啊。所以这是阮感觉真奇怪所在啊。甚至我的家长，逐工来问讲，啊，主任嘛，啊，阮员工伫你遮，阮的后生伫你遮上班领也无这钱，啥啦，敢有补助？外口农民1万、2万、3万，啊，恁敢有？伊讲阮无啦，因为。其实阮因为阮互伊继续上班嘛，所以伊无减班休困，所以伊无法度去领补助。所以比如讲，政府的纾困，离阮目前来讲，阮基金会来讲是拢无法度去申请的。是。所以这是，阮是希望讲若纾困若无法度申请，是毋是刷落来迄个哦，比如讲振兴的3倍券吼，会当来甲阮斗相共。是。这是阮做希望的啊。3倍券，咱等下爱好好来介绍，好好来讨论。对啊，其实一开始我嘛有去争取讲哦，3倍券会当来网络甲阮买物件。但是袂使电子的吼，这个商务袂使吼。对啊，所以就无多行政。所以可能爱用这个管的这个方式啦吼。管的也是讲来现场买会使。现场买啦吼。对。继续咱阁先请教咱的这个乐山教养院这个部分啦吼。卫福部这个救纾困，恁嘛无伫这个条件之内吼。即马主要就是讲，对阮教养院来讲，阮2个上大的财务的收入，是一个是政府的补助，一个就是捐款。是。那政府的补助其实无减少 ，OK， 吼，就是伊甚至讲比过去伊阁有一寡新的
政策，吼新的方法啊，所以迄部分佫比往年佫过去有较济一寡，所以你若要去平均讲你的迄个捐款，你的捐款有减，其实佫愈困难。OK。嘿，啊，另外佫有一个就是讲，阮的收入伫中央伊是一笔，一年伊就是一笔入来，所以你迄笔入来就冲悬。啊，你一冲悬6月时阵就甲你冲起来安尼。对，你就无达到伊迄个标准。连续3个月。啊，主要阮佫有想要反映，就是讲，其实这个疫情的冲击，毋是短时间就看会出来。你像讲咱逐个人的厝，你若乡乡有一个发生啥物代志，那有困难，你袂随讲有完全无法度生活，迄是一个道道的过程。所以对即个疫情的纾困，可能嘛是爱共款爱拉迄个悠长即个观察的时间来看。除了救即个急以外吼，长期的即个措施，可能政府你真正爱放出来吼，互咱即个社福机构会当来去做一寡即个依顺遵顺的即个部分吼。另外，咱慢慢带大家来看讲吼，其实真侪即个社福团体啦吼，因是来做啥咧？因就讲吼，受到即个冲击的影响啦吼。即个咱头拄讲到申请的资格真正严格啦吼。咱头拄有经济部即个对口，讲你是 NPO non-profit organization 吼，真正毋是咧趁钱，但是为什么我袂当做纾困的？真正咧趁钱会当得到即个纾困。头拄即个主任嘛有讲到吼，遮的即个农民也好啦，渔民也好啦，因拢会当去做即个补助，就是讲咱的即个资格即个部分，社福团体的心声是啥？咱做来看。疫情影响，很多的租赁都停止，所以目前整个堆放已经堆放到这么满了。轮椅电动名床，规堆放伫门市，等无人来租。武汉肺炎流行期间，新疆人士减少出门，社会机构做器材收入真歹，互因烦恼后半年该如何继续生存落去？没有人来租借轮椅辅具了，因为大家都不出门了，除非有些是少数零星的，他去洗肾的。虽然卫福部伫5月份有针对社福团体提出纾困方案，制定2个标准，一个是2016年到2020年之间有接受政府委托办理社福事业，另外一个是为今年1月15日，任何连续3个月平均月收入比去年后半年也是同期减少15%。不过有机构认为安尼的条件伤严格，根本看会到煞食袂到。我们又没有去承包。承担那个政府的委托案，所以第一个就被打枪了嘛。那第二个，你必须接受，就是说你的捐款有损失15%的。因为我们平常我们的捐款就很少，所以我说，他们在办公室定了游戏规则，完全不食人间烟火。如果真没有办法达到，我们在条文里面有规范，它是有个专案认定的这个条件，我们会去整理考量它的状况，来去做专案的认定。卫福部社家署回应。纾困措施有开放特殊状况的机构，透过专案认定送件，卫福部会阁受理审查。台湾社会福利总明指出，如果疫情继续影响，社会机构领无纾困，恐惊后一波就是社工师爱烦恼无饭碗通旁。记者综合报道。是啦，咱讲到吼，这个申请的这个资格伤过头严啦吼，咱嘛讲到这个捐款吼，是毋是会当伫咧第3季7月开始已经是第3季啊？咱第1季这个5万营收吼是介无好啦吼，落差不多落6-7成的嘛有吼，5成的嘛有啦吼，受到这个纾困的嘛有影响，吼拍回票啦嘛有啦吼，咱嘛有整理到一张图表，是啥物咧？就是讲社福团体伫咧第1季因的这个募款吼。落偌济，咱嘛有来看到吼，差不多减30%吼，伊是调查即个2020年哦，社福团体疫情影响大调查吼，48间即个社福团体内底有减少30%以上的吼，差不多都有8间啦，1成6来左右。另外咧，减少20%至30%，有即个14.5%啦吼，上济差不多拢伫咧10%至20%啦吼，有13间差不多2成7啦吼。若讲按算讲，即个后一季就是讲4月甲6月拄好过去啦吼，咱嘛看到讲有差不多5成6左右的即个社福团体哦，按算讲吼，差不多后一季就是讲即个募款吼，可能落降到20%以上啦吼。咱来看讲减少30%有12间，差不多是1/4。咱头拄啊嘛有看到讲减少20%至30%哦，嘛有15间，差不多是3成左右。所以这2个
加起来差不多就是56.2%啦吼。咱在座的要来按算讲第三季这个营收还是讲募款会当较回无？看好无？无看好。无看好，安怎咧？这个现金无法度击败吗？应该是安尼讲吼，创社有一部分的收入来自发票，是。吼，那阮真侪义工啊，还是讲阮的工作人员去收发票的时阵，常常会发现讲啊，这间店倒啊，吼，还是这间店关关起来，为连扛棒拢无去啊，吼，所以以前这个现象，吼，全台湾差不多一个月19间可能有，这毋是一个县市的10几间哦，逐个月吼都有这个状况。啊，阮就感觉讲，因为发票是阮一个足重要的收入的来源。啊，1月到5月前半年，阮算出来发票就差100几万张。所以我感觉安尼落去了后，你若店因为发票坑咧，是一直会有发票坑入去的。啊，进店拢倒啊，都无发票会当搁坑入来，而且。那敢若无消费尔，是店归去甲你倒去安尼吼。啊，而且以前像升恒昌，大家拢知影即间啊进。陆客无要来啊，吼外面的人无要来。以前吼，伊一个月差不多会当收4、5千张的发票，一个月去收，你知影几张？10张。10张。当有10张尔。啊，这个所在个足济，全台湾可能有100-200间安尼企业，本来拢足济发票的，啊，可能民众无消费，啊是因为疫情的关系，这个所在无人会来啊，所以发票愈来愈少，所以阮的预期是。发票会愈落，吼，会落足紧的。所以你讲，第三季会较好无？我是烦恼啦，吼。啊，毋过阮进第三季有咧拍拼，是讲因为活动会当慢慢啊恢复。啊，毋过以前可能有餐会是伫咧室内的，啊，毋过进室内嘛是爱100人以下，所以餐会嘛袂当伤大型，吼。啊是讲你伫室外活动，伊嘛是有一寡足侪条件的限制，所以阮恢复。活动的时间，我感觉无遮紧，爱拖搁较长一丝，而且你的人数拢爱降低，所以我本来这场活动以前咧做，可能会当趁10万，尽可能存1万、2万，啊，毋过就是豆豆扣，啊，阮搁烦恼讲9月、10月，阮这个活动差不多规划到8月、9月尔，毋敢搁较济，因为10月了天气开始寒，到底疫情敢会搁转来，我毋知影，所以阮即嘛毋敢规划，因为你活动规划落去，你是爱开成本的，你可能爱找足侪企业来合作，为企业伊嘛是保守，伊毋敢申请来答应你。有影啦吼，真正咱讲的，无米搁兼闰月啦吼，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咱第三季有看好无？主任？当然是讲希望啦，无法度看好，但是阮是感觉讲，有咱袂当无好好啦。是，安怎讲？因为你头前实在是已经失去伤济，所以你不管安怎讲，咱第三季吼，已经爱来拍拼了对啊吼。你头拄讲到伫网络啊，即阵嘞。对，网络部分啊，捐款的部分，因为阮有去分析啦吼，其实阮减少的上济就是讲一般的企业，因为咱台湾中小企业介济，啊头家有人做好，伊小可吼，即个月趁个一伊就1万2万，甲你捐，甲你寄付。但是即件疫情来讲，即部分的捐款减非常的侪啦。啊，但是阮的爱心的股东吼是还佫有伫的，就是讲一般的民众伊都固定甲咱200、300咧捐咧，即部分还佫维持的。所以阮有可能即部分阮嘛是佫继续来维持。啊，另外就是阮佫若甲疫情较平稳，咱佫对外去募款吼，办一个活动，这是募款的部分。啊，做生意的部分就是咱讲的拄到网络的行销吼。其实渐渐有一寡效果，因为随着咱5月份疫情较平稳了吼，啊，刷落来母亲节嘛吼，啊来5日节，别个5日节，啊，搁咱毕业典礼爱送礼品，迄阵有一寡需求起来，所以阮有抓了这个时机吼，啊搭配这个咱家己网络平台的促销活动吼，比如讲第2件吼85折安尼吼，所以渐渐有一寡效果咧倒来，所以目前就是第三季就是要拼中秋啊。所以，阮做希望讲，趁这个时阵，会当讲，若足侪企业有开始要经中秋的礼品的时阵吼，会当考虑咱社会团体吼，有足侪真好的礼品，是，甲阮斗支持安尼。是，斗支持啦吼，就是讲啊，无共这个季节有无共款的这个需求啦吼，拢爱先考虑到咱的这个社服团体啦吼，啊，咱要过来请教咱的这个院长啦吼，这个有5万无？当然，咱是心存5万啦吼，但是嘛是爱有所准备。有所准备有影。是因为这目前这是大环境的问题，毋是讲咱台湾，咱是
全世界拢拄着安尼的问题，所以是应该是讲爱安怎共体时间啦吼。啊，但是对阮乐山来讲，阮嘛真希望讲两个大的部分来互囡仔，因会当去了解，就是讲世界毋是照咱想的安尼在胖啦吼，总是会拄着一寡无顺利的。啊，第二个部分就是讲，阮做会到的，阮阁是希望尽量做，就像讲阮后礼拜六，阮就开始要进行阮的宴庆，阮86周年的宴庆，阮嘛是决定就是爱紧开始去推动。一方面，互社会大众知影讲，阮无改变足济；第二方面，阮嘛是。要维持安尼的品质，就是应该爱提供安尼的服务，佮照顾，那嘛是爱安尼做。所以希望无影响足济，但是嘛是爱有所准备。OK， 所以这个活动嘛是继续来进行啦吼。所以迄当阵有啥物款的这个形式，若是讲宴庆，会当办这个园游会吗？有。所以这个部分就会当来刺激到一寡这个消费入来吼，有影啦吼，真正加去帮站一寡啦吼。咱嘛看讲，其实政府啦吼，即阵嘛咧塞这个三倍券，啊，但是这个三倍券会当这个帮站到偌济，咱即阵也是。会当望啦吼，真侪人寄这个1000块领3000块了，这个纸本直接甲寄来，安怎来管？其实有这个撇步啦吼。咱嘛要来想讲吼，这个若是讲1000块，你去买这个3倍券了后，要安怎管出去？咱做爱心啦吼，这个部分咱嘛做整理报道，先做来看。武汉肺炎疫情之下，社会团体也成为苦主，地区捐款减少，合力营运困难。所以国际扶轮社邦桥地区调集民进党立委等人发起互爱加倍捐赠3倍券活动，鼓励民众踊跃捐赠，目标募集至少300万，捐助予国内6个社会团体。假设我们如果募集1000位的舍友或保眷，那就大约有300万，那我们会来选择性的捐赠给6个非常合法而且合格的社福团体。因为社福团体伫疫情之下经营状况辛苦，募款更加是困难，所以立委也鼓励民众除了踊跃领3倍券，也会当踊跃捐赠。并经济之外，社福团体也会当得到帮助，希望就此带头做好代。全民拼经济之外，也能够多做爱心社福的工作。所以这个活动，我们鼓励所有的扶轮舍友，鼓励所有的民众一起来参与。你捐1000，政府再替你补捐2000，爱心无限。财政部已经函释，因为振兴3倍券相当现金价值1000。若讲民众将3倍券全数用伫公益捐赠，明年报税时阵也可以当列举3000个捐赠靠度呀。记者综合报道。现在这3倍券，咱讲7月初开始吼登记吼，差不多有8万人吼开始去这个网络顶，也是透过这个手机这个 App 来去做一寡申请吼。你会使领纸本的，买上绑你这个信用卡啦吼，还是讲透过银行坐吼，亲像这个台湾 Pay 也好啦 ，Apple Pay 也好，拢有伊这个管道伫咧。其实哦，真侪这社福机构，即阵嘛咧烧钱啊，嘛咧抢啊哦，即第一定啊先甲顾好知吼，因为咱头头讲的，可能第3季这个现金嘛是这个募款的部分也有困难。透过这个3倍券，政府来刺激咱的这个经济也好，经贸也好，社福团体买当来得到这个帮助啦吼。首先嘛要带大家来看讲吼，真侪间这个社福团体，等下吼，咱拢会当好好来介绍。这是这个至善啦吼，用这个振兴券啦吼，第一关吼，你当捐这个1000块啦吼，嘛会使帮助这个部落的这个囡仔吼，摄影吼，摕到这个因会送这个礼品啦吼。第2关嘛有2000块的部分，第3关3000块，随意你若偏6关吼有200块至这个999块啦吼。另外，咱嘛来要看到讲吼，其实除了这个至善以外吼，咱有这个中华民国这个东石证的这个基金会啦吼，嘛是要分享到这个3倍券，互爱吼3倍来叮当吼，嘛是分做1000、2000、3000安尼啦吼。其实咱在场的这个社福机构吼，嘛是真看重这回这个3倍券的这个运用啦吼。咱会当搁透过什么方式无？是，阮已经准备好啊。准备好势啊！即摆吼，因为3倍券是会当开收据，吼，因为会当抵税，吼，这对
一般的民众来讲真重要，所以我有准备这批纸的外壳，你会当打电话来甲阮创社来申请，因为阮家寄互你了后，你家封起来了寄转来，阮就会当开收据互你，吼，会当抵税啦，嘿，会当抵税。如果讲真正民众啦，吼，伊真正讲我无需要开收据，因为只有200块的纸本嘛，吼，如果伊若看到阮的迄发票箱啦，还是讲迄放蓝山的箱嘛是会当甲阮投伫内底。毋过即款，阮可能就无法度开收据互。因为毋知你录的是啥人啊？是，无毋对吼。另外咧，阮有几种方式，因为真会当用你的信用卡去绑定，吼，绑定了后，你会当入去阮创社基金会官网来直接伫线上做刷卡的动作。线上刷卡，你若比如说你要关植物人的药珠啊，好啊，一片可能10块，你甲3000块拢关入去，你这绑定的信用卡内底有3000块，政府后个月伫银行直接甲你汇2000块入去你的信用卡内底，你得当扣掉2000块，你只要交1000块就。就是讲你要买亲像以药珠来讲，一片10块，你买到3000块，本地就是这个，你讲进行券是1000块这个额啦但是你买3000块，回馈伫你的口座内底是后个月2000块互你啦。因为伊是直接捐款入来内底，因为正小学团体会当捐款，你会当伫个线上做捐款，毋过你袂当伫线上去买物件，这方面还未开放。这电子商务这是禁止的。所以阮希望你会当用可以来配啦，这派钱包接口，还是讲阮的线上的官网，去做线上的捐款，捐款了后，你用迄个绑定的信用卡，政府就会回馈2000块伫你的内底，我买开3000块的迄个捐款收据，互伊抵税。OK， 这是这个咱创社基金会这个部分啦吼。咱新路基金会咧，咱新路的部分就是讲，当然就是共款用这信用卡来去绑定哦。是。就是阮的爱心嘛是876啦吼，小可讲一个876，安尼就当来管。咱伫新路伫咧全台湾吼，它咧对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到高雄，甚至朋友有30个点，好咱接受咱民众直接来管，马上会当开迄个捐款的收据互你。是。另外当咱新路家己就咧做生意，上拄则看到就是讲有一寡烘焙，烘焙甚至洗衣清洁的部分，拢会当用咱3倍券来买。比如讲你会当来买一个安尼款的足水的礼盒，会当来买，一直来买。甚至讲咱即摆，咱若用3倍券当买咱即种肥皂，这肥皂就是防疫多用会到，因为伊是种会当炸咧走的，随身携带。咱用咱去公共场所的时阵。小朋友要洗手，因为咱即马倡导是湿洗手较好。有影，莫伫遐喷酒精啦，喷酒精对手较歹，你用家己的香皂较好，你莫不要跟别人混用。所以这种会当摕咱的3倍券来现场买，或者是咱会当捐款嘛，会当买物件。是，所以咱讲这个3倍券，其实这个面额200、500的真济啦所以会当依照这个产品的这个需求来去做使用啦有影1000块，头拄会当透过捐款，会当伫庇护工场，帮助这个汉民囡仔也好啦其实这拢是这个无共基金会有拍出无共款的这个产品的这个需求，咱过来请教咱的这个院长啦若是拄到这个3倍券，咱会当安怎来运用？其实对陆生来讲，阮较食开一点仔是讲，阮就一个点伫北里。OK。嘿，阮无可能讲全台湾你要去倒拢会当管，所以你会当拢就是寄来好，落啥是讲绑定信用卡。嘿。所以恁那个官方的这个网络嘛有拢有，就是照原来迄个捐款的管道拢有。是。另外有提供的就是阮的产品。其实我头拄有讲到，就是阮的2个主要收入，一个政府补助，一个捐款。但是阮就希望讲创造第3个，就是讲用囡仔的才艺。OK。因的画，像我即马穿的即领，这个衫，这个图，还是讲。嘿，拢是因画的。这个是啥物？这是一只猫啊，这是一只猫啊。OK。嘿，阮有足侪安尼的文创商品，就是讲一方面你会当支持阮透过遮的产品，第二方面阮搁较看重的是讲你透过遮的画去看到囡仔的才能。其实遮的咱讲含慢的囡仔，伊其实无含慢。是，因只有才情呢。是，所以伊的遮的才艺。是会当互咱来欣赏的，所以这是阮较希望讲，较长期以来，当然3倍券是暂时的一变，可能到这个年底差不多6个月的时间啦所以长期来讲，
吼，会当继续亲像支持这个汉万囡仔啦吼。咱嘛看到讲，除了这个衫以外，佫有啥物？因会当画到啥物？杯啊嘛有吧？有，我嘛有杯啊，啊嘛有迄个资料卡、资料夹、卡片啊，吼，毛巾，所有我佫有出雨伞。做雨伞啊，所以。伤空伤芳，吼，就会当用着你生活中会当用着物件，来当甲囡仔导引起哩，啊，阮就会做安尼文创的商品。嘛是一种互因这个卖退化的这个训练啦吼。啊，其实这个好朋友，伊要哪去摕到这个商品，敢若捐款也是直接买，因为咱讲三倍券吼是袂当伫网络顶吼，还是电子商务来使用。因要哪？你可能是伫阮的迄个网络会当看到产品，啊，甲阮联络，看安怎会当用寄来，还是讲刷卡。是 ，OK， 拢有这款这个方式啦吼。所以你的这个3倍券，咱讲一倍互伊做3倍来使用啦吼。啊，其实伫咧社会这个机构内底，真正互因做个多元化来做一寡这个产品的这个运用啦吼。咱嘛有看到吼，这个是遮哦有做一寡这个整理啦吼。头拄咱们讲到，这个纸本的这个部分，你会当吼亲身来去送到咱遮的这个社会机构啦吼，家己去走一抓，去这个创世基金会也好，新乐基金会也好，乐山这个教养院也好啦吼，亲身去行一道，物资嘛当顺续行过啦吼。这个纸本嘛甲摕过，啊，你若是时间无够，你就用这个寄批的这个方式吼你就要注明讲你是捐款的这个人的这个名姓啦吼，联络电话、地址，啊，佫若是讲真正看到这个边这个店口啦有箱你嘛使甲你的这个3倍券甲摕入去吼。另外，这个所谓的这个部分，就是讲会当透过这个爱心码、这个爱心号码这个方式来去做这个指定银行这个网络这个登记啦捐予这个基金会。你会当徛名还是无徛名，就是讲开发票还是无啦所以真侪种方式，咱头拄嘛讲到啦就是讲这回这个3倍券内底会当抵税啦但是抵税。唔是咱上大的目的，上大的目的也是讲本地是要刺激咱的这个经济啦刺激经济以外，佫会当兼做爱心，这嘛是一种方式。但是咱嘛是甲观众朋友讲一块，这个嘛是这个经济部啦财政部因有一寡这个进行3倍券关于税务的这个部分啦就是讲这个3倍券是民众头拄拢讲出1000，政府嘛出2000啦所以你得到这2000块是政府送的免扣这个所得税。你若捐这个有嘛这个效应嘛是3倍啦就是讲你捐这个3倍券嘛是符合规定的这个公益机构的这个团体这个3000块你就会当扣掉你的这个报税这个额内底啦但是这个上限是这个20%啦5万，咱头拄讲到第3季可能无介好，5万这个3倍券之摆会安怎成长无？我希望上无爱有1-2成成长，上重要我头有拄着讲到阮安永义进差不多搁差200万片的药珠啊，我感觉这是对阮来讲一个足大的基础，因为植物人伊无真个热人，你无换药珠啊，对因来讲是真大真大的影响，所以如果民众会使你买当用你的消费款，你的3倍款去买药珠啊。直接来送，嘛是会使，你买当迄个捐互阮，互阮去买药珠啊。我是希望如果有机会，这半冬就用这3倍款，甲这200万片欠的药珠啊，会当甲伊补起来。安尼。其他，比如说，阮需要的其他的经费，阮会用其他活动啊、其他的收入去补。这部分，互民众做清楚，就是讲，你捐入来的钱，阮来用来买药珠的部分。200万片差不多偌济钱啊？200万片就是2000万。2000万一片10块啦2000万，所以差不多要有2000万这收入来补这个欠亏这个口啦咱新乐基金会咧？我是感觉讲。咱服务去互民众看到所以咱第3季应该是，我感觉应该是有机会会当做起来啦做起来而且阮对阮家己的产品我感觉足有信心，因为就是讲品质也好，送礼家己用也拢好所以多侪人有买过，拢去倒来买。有哪感觉讲啦，毋捌甲咱接触过人，互阮一间机会，你会感觉讲，即个物件品质好，佫会当做爱心。用你一张券会当2个用途就对啦所以我感觉讲，这个部分阮是感觉讲，阮有这个信心会当来冲起来啦。有影啦头拄啊，这个咱讲院长有讲到后礼拜就是恁这个院庆要办这个园游会，但是园游会伊袂当去买这个咱讲园游券啦伊嘛有这个限制伫咧啦所以这个3倍券对恁来讲
除了这个办宴庆这个活动，恁个会当安怎去使用无？当然三杯罐，阮都会希望讲你会当做捐款啦，因为对社会机构来讲，可能有一寡限制。OK。但是除了我想对民众来讲，除了三杯罐以外，其实你阁有足侪代志会当做。来关心遮个心智障碍的囡仔，还是讲加开一寡时间来了解因。看足侪社会机构的需要。当然，他拄仔主持人讲的，就是阮后礼拜的宴庆，嘛真希望大家行到乐山来，行到八里来。其实你有接触，你就会了解，你会加一寡了解，你就会加一寡接纳。有影啦吼，继续来去做推测这个动作啦。不过咱嘛头拄有讲到，这个疫情的影响，毋是干那今年会影响到啦吼。长期来讲，可能后半年嘛会看到，后一年、后2年，拢可能会受到这个影响。有啥物这个建议爱互政府的，还是讲个民间其他这个团体无？对社福团体来讲，阮感觉政府伫这2届包含纾困方案，还佫有这届的3倍款。是。吼，我感觉政府伫规划时阵，该当优先的甲社福团体放入去。OK。吼，因为阮发现讲伫像这个3倍款的部分，也是讲之前的纾困。是恁花了足久，伊咧个放入面的吼。嘿，就是社福团体一直咧画，一直敲电话去问，甚至阮写批去部长的信箱，所以他来回头甲阮关心。如果是讲一开始咧规划的时阵，因为社福团体作为社福团体为着的是替政府解决一寡民间的问题，照顾一寡劣势。政府首先应该来支持阮遮的社福团体，阮行落去，这个社会才会较好，较稳定。嘿，所以如果你伫咧规划的时阵，会当先甲社福团体放入去，阮是应该甲政府是一体，那做伙来做这个社会服务，还是社会福利。我感觉这个社会才真正是会当进行啊，我感觉这是上重要的一件代志，所以未来我会期待，不管这个疫情，阮是真正足欢乐，因为阮是住宿型的照顾机构，所以毋是讲我今仔斗宅服务，我讲要停就会当停。这住宿型照顾机构是无法度停的，你影响到是足1000个家庭，拢会受到真大的影响。所以我感觉如果政府甲阮遮的，尤其是做住宿式照顾的机构，优先伫遮的疫情的发展的时阵，甲阮看待讲阮会拄着啥物困难，主动来甲阮列入遮的伊的方案当中，莫互阮逐工拢伫遐问讲阮会当做啥物申请，还是会当做啥物补助？我感觉对阮社福团体来讲，阮会做甲佫较有力量。有影啦吼，这个政府的帮衬真正重要吼。头拄咱嘛讲到这个主任去申请这个经济部啦吼，甲你拍回票回来啦吼，就是讲政府的这个考量内底，财政部也好，经济部也好，还是讲劳动部也好，因为恁的这个可能这个汉办囡仔内底有去做一寡这个真正这个工课这个部分，拢是会受到影响的吼。未来有啥物个建议吼，这个政府的无？其实。咱社会团体其实主管单位就是卫生福利部嘛。咱也知影，咱即届其实咱的部长足辛苦的吼，因为伊即届防疫足辛苦。我是感觉讲，伊即届即摆人较用落来吼，伊一礼拜出来一届嘛吼。是毋是当倒来带领咱遮社会团体吼来去面对即个疫情？因为不管是募款的部分，甚至其实咱的卫生福利部有一个业务吼，叫做啥物呢？就是优先采购吼，伊就是要优先来采买咱迄个小团体物件。这部分其实佫有足大的空间会当去做，所以我们最希望讲咱的部长吼，是毋是若有时间会当来这个部分来甲咱带领咱来去甲这个部分去做啊更较好安尼。有影啦，咱讲过去这个疫情记者会头前摆啥摆西瓜摆鱼啊啦吼，为虾米咱社福团体这个物件无爱顺续甲摆起哩？这嘛是对这个社福团体，尤其伊这是。伊这个职责的所在呢，伊是大主人家呢吼，所以直接嘛爱放入边。头拄啊，这个咱讲这个组长嘛讲着讲社福团体真正也是挡袂过，就是这个社会问题会豆啊呈现吼。头拄啊，咱讲这个心乐基金会，这是硬动啦吼，本地嘛讲真正是挡袂过，可能都爱来收起来这部分。收起来是袂是讲可能爱去减班休困啦。对。但是咧，因着咱的使命吼，咱实在无可能安尼做。所以即摆。
一定要甲动落去。 OK。但是已经动半年啊，都希望讲后壁第3季吼，有人甲咱杀一个安尼吼。是。这部分是希望会当安尼来做。有影啦吼，所以咱有这个创设，咱深入咱的这个教养院的部分，安怎来去做一寡这个建议无？是。 我想对于阮专业性的这种机构来讲，尤其是身心障碍的机构，其实有足侪是制度顶悬，还是讲规个系统的设计的问题，这是值得咱好好来思考。比如讲，咱的收费 ，OK， 咱的收费是CDA 给，是规定的，政府规定，你做较好，你做较歹，拢是这个钱。OK， 安尼其实当然你定一个较低费用，对家属是保障。OK， 吼，伊毋免负担伤重，但是对机构来讲，有当时是一种大负担。 负担，还是讲一种打击。 OK， 吼啊，所以这个部分对咱机构来看是规个整体的制度顶悬爱去讨论的问题。咱看到啦，头拄讲这个专业性的这个部分哈，一工收偌济？一个月收2万1吼。2万1。是啊，有分这个。30工。那啊，对早甲暗24点钟2万1。啊，有按照这个低收入户，还是讲伊无共款的这个标准，政府去做一寡补助。假使伊若是低收入户，伊就是专业拢是政府补助。啊，有的人可能摕到8成的补助，还是9成，还是5成，还是讲你若家庭的环境较好，你嘛是只要付21000块。OK， 所以这个钱真正是介少了吼，对咱讲这个专业性的这个教养院来讲，真正是压力真大，打击嘛真大啦吼。但是咱讲透过这几疫情，这个体质。 规个社福机构的这个体质，嘛要做一寡长骨来拍拼吼，但是这嘛是要有这个政府的这个帮站伫咧啦吼。咱嘛看到讲头拄仔这个教养院讲到这个专业性，希望讲这个定价小可会当压悬吼，这个负担嘛唔免遐尔啊大啦吼。咱嘛看到讲济投入咱讲社会福利这个部分，这回若是讲陈时中部长真正做到这个大家长的这个角色啦吼，真正会当搁较进前去吼。咱搁有啥物建议互伊无？ 阿中部长吼，今年实在是足红的啦吼，所以头拄仔心路基金会主任讲，伊迄面头前摆的，敢会当是社福团体的物件。是，我想这嘛是一个真好的建议啦吼，因为对阮来讲，吼，即阿中不管穿啥吼，用啥拢会红起来。啊，如果阿中会当来真济机构，吼来甲阮看看，我想。 大家都会关心到，讲这个机构其实是需要阿中嘛来关心吗？那大家人是不是嘛对来关心？吼，所以我这嘛是感觉是一个愿望啦，吼，希望会当斗相共。啊，头拄仔吼，院长有讲到讲迄补助的部分，吼，因为我有发现讲像。 第不林伊身躯有一个住宿式补助的的经费，吼，如果讲这第不林伊是饲伫个厝里呢，吼，政府一个月是互因3万几块的补助，互伊的家属。啊，毋过如果伊今仔日去来机构啊，吼，阮基金会当摕到2万几块。3万块甲2万几块的差别，是安怎会减去咧？之前我嘛是感觉足奇怪，是安怎会安尼？啊，我嘛去问过阮的吼主管机关做了解，啊，毋过拢无得到正面的回应，因为因可能感觉讲机构你家己嘛爱出一寡啊，以前吼。 创设有一寡民间来斗相共，吼，阮阁都会过，因为一个植物林一个月差不多要开4万到6万，所以就算政府今仔互阮3万，我嘛是阁家己爱补3万，伊真互阮2万，我家己爱补4万，变相是阮家己吼。 添的内度阁会当过，正伫咧疫情的期间，阮家己我讲上惨的时候，阮减1000万，减1000万种，我是要安怎渡过去？所以我才会讲，如果即个部分，我嘛是期望讲会当调整讲，你今仔日互家属是补助3万几块，你去来机构应该嘛是爱补助3万几块啊，因为。 创设无摕政府其他的经费，打伫即个植物人身躯顶悬的经费，刷入来阮遮尔，其他的经费阮拢是靠社会大众大众的帮忙。是，所以我感觉这阮真正希望会当有病啦，吼，这是我嘛是关注的，差1万块对阮来讲，800几个植物人差起来。真正足济。是，恁足钱就免足甲遮尔辛苦啦，吼。无毋对。咱继续过来请教咱的这个主任吼，来甲咱做收尾一下。 其实咱知影即间疫情嘅指挥中心为什么会成功？就是讲伊嘅位置是真悬，伊会当指挥协调
真侪部会是。啊，因为咱即摆小团体拄着问题是讲，比如讲我去互经济部退件，因为我毋是趁钱的单位，袂当纾困。啊，但是我去到迄个啥地方政府的时阵，财政局嘅讲，啊你虽然是社会团体，但是你有卖物件，你有去发票，所以你有咧营业，伊要甲我扣税金，要甲我扣房管税、地价税。像即款的问题，就是需要有一个人当来去协调。所以我最希望讲会当有这个机会，当甲即个物件，咱部长来做协调，安尼对来讲较合理。啊无阮迄时阵去用退件，啊去去用扣税。实在是对我无公平，安尼。是啦吼，就是中央啦吼，卫福部吼，进前已经是这个指挥中心的这个大中心的这个领头的人啦吼，啊透过即届咱头拄讲用体制会当吼，亲像安尼来去做一寡这个改变无啦吼，嘛是咱后疫情时代所关怀啦吼，嘛是讲啊，即回政府咧塞这个三倍券，除了要刺激咱的这个经济，刺激咱的消费，嘛会当带动咱讲进前吼啊，可能受到真正霜冻影响，5成也好，6成、7个也好，还是讲吼。这个7、8成也有啦吼，真正会当透过即回3倍券吼，真正小可来回一下。不过，这规个这个结构性的这个物件吼，透过规个这个体制吼，社会团体来头拄提出的因建议啊，政府一定要听落去啦吼。今日非常感谢咱3位来宾来讲出家己的心声，嘛讲出咱这个社会团体的困境啦吼。希望咱台湾的社会团体会当哪来哪好。今日非常感谢3位来宾，多谢。多谢。